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时间已经到，请备办心来做今日的主日礼拜。有的家老伫好的土地结实，有的100杯，有的60杯，有的30杯，有耳孔的就听。这时咱请敬拜赞美团传人来阿罗上帝。伫咱旧历年上尾一个主日，咱用2首诗歌，第一首咱用所有美善力量，咱来回顾，咱甲主的关系，以及主伫咱身上的恩典。愿圣神透过诗歌来对咱讲话，咱即时会当起立来做伙来吟，用华语来吟。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中担压迫我们，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悲，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悲，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伸手，毫不战斗，心存感谢领受。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你。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今天，请让烛火温暖地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照耀。
寂静深深地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儿女今都高声歌颂，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所有美善力量，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继续，咱用圣诗第592首吼，歹势592首，咱行世间的路，来继续来敬拜。咱愿新的一年，咱这首以马五的故事的诗歌，叫咧咱当调整咱行咱伫世间的路，咱用台语来吟。咱行世间的路，心肝艰难有助，因为心肝袂会向我，艰苦也讲袂出。后来行到路中，伫无拍算的时，帮咱的人来对咱讲，互咱通听道理。咱嘴句句无开，担真学伫振动，毋过因为有拄着伊，咱就甲情无共，问伊真多的事。论拿撒勒耶稣，是怎有这神的身躯，的是十架受苦。后来彼人就讲，伊是咸无应该。咱若明白这本圣经，就会晓我了解。伊就引起摩西，甲旧约精神的，来教示咱，带咱对伊实行主所指示，心肝就大欢喜，迫切来对伊讲，请甲阮大家继续教示，互阮各受感动。后来做倒的事，
耶稣替拼脚下，被迫予人救人的是主咱所敬听。感谢主，请咱继续徛咧。这时，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因为信神投胎，对在世里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定时价死埋葬落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为啊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通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时，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互阮伫咧旧历年同每个礼拜主日，会通搁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伫这旧历年今年当中，阮教会的会友，也是阮的亲戚朋友，有人因为来离开阮，阮心内真毋甘。后尾伫今年来拄着乌担当，拄着疫情的感染。主求你保守，即马还阁咧着疫情、新冠的厝内的人，愿上帝你保守因，环境健康。伫这当中，社会动乱、经济不安，有战争，对到阮每一个人生活中，拢有得到真大的影响。但阮知，虽然有遮个乌担当、艰难的事伫阮的身躯边，伫阮的身上，但是阮知，主你无离开阮。主，你的手因为靠阮来经过，主求你帮助阮。阮即时也特别恳求你，搭过双节三甲地铁，伊的老爸伫顶礼拜受主你的敬调，愿上帝你安慰因伫伊族的顶面，互因紧紧的恢复因的生活，通过来到礼拜堂当三甲来敬拜主你。到阮即时也恳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个人安静阮的心来敬拜主你。阮今日要阁通过叶长老，伊来讲出上帝的话。阮愿意将伊的话，将上帝的话放伫阮的心肝头，加在阮信仰中的帮助，互阮会当面对新的一年，阁来的挑战甲艰难。愿上帝伫当三甲地点。阮即次也特别恳求主你照顾伫个无伫阮身躯边，感谢因伫个线顶，伫个做礼拜，也是出国伫个远远的所在，伫个春节时阵，阮愿上帝你。后，互阮的心灵三交通来等三甲地点。当阮即时要将今日的礼拜为头到尾，恭恭敬敬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你家亲自来带领、甲保守。咱伫你面头前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尊名求，阿门。即时咱请圣歌队咱阿罗上帝。
咱即时要经受上帝话，今日都总有3节进展，咱三脚来看。第一位是记载伫个路加福音第8章40到8节，路加福音第8章40到8节，咱现着三脚来听上帝话。第4节，有侪人自执，各有人对逐个城来就近伊。迄时耶稣说比如甲因讲，有夜警的出去夜警，伫夜的时，有个家老伫路边，互人扫搭。天中的白鸟一进食伊，有人家老伫石板顶发起来就打去，因为无轮节。有个家老伫刺影中，刺影微微发起来，也逼伊。有个家老伫好的土地发起来，结实到100倍。这个话讲了，就叫讲有耳孔的、通听的，就听。来，咱搁来看另外一位。面面伫个路加福音13章第60到第9节。路加福音13章第60到第9节，伊就说一个比如讲，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伊的葡萄园内，就来找迄丛果子，找无，则对管园的讲：你看，我连续3年来对即丛无花果树找果子，找无，就带伊带起来，请示互伊定所在。应伊讲：主啊，今年请阁用阮伊，听候我四围掘松压肥，后来若结果子就好，若无你再甲伊带起来。来，咱来看第3位伫个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书61章8节到11节，以赛亚书第8节，因为我耶和华爱公平，万分不义的抢劫，我要照信息报应因，也要甲因立永远的约。因的后裔要伫列国中，互人捌伊。伊的子孙伫正百世中也是安尼。你若看见因的，要认因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情因为我的上帝就快乐，因为伊用拯救的衫搭我穿，用公义做袍搭我满，亲像新囝婿戴水的帽，搁亲像新囝婿装塔布面。因为土地怎样互百项的五国发芽，搁怎样互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会要安尼，互公义甲恶路发生伫个万国的面前。咱今日要请叶长老来谈讲道，伊的题目是醒思到展望，醒思与展望。亲爱兄弟平安。因为蔡长老伊转去南部啦吼，有代志临时甲我讲叫我来处理吼，我来分享上帝的话。今仔日是咱新历年的开始啦吼，第3礼拜。伫旧历年来讲，咱是上尾的礼拜。伫以色列人、犹太人来，因咧用过年的时候，过年真少伫啥物讲真闹热安尼啦，差不多拢真安静，拢伫反省啊，伫省思啦吼，伫省思。所以你讲过年的时是因灵魂清爽的日子啊。旧年一年，咱甲人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伫清爽的日子。所以因伫过年的时，因拢真安静伫因的厝内。所以伊讲伫纽约时，伫迄个所在吼，纽约迄个所在，若到即个犹太人区吼，伫因的过年啦，犹太人的过年，差不多拢真安静啦，拢真安静。咱嘛共款啦吼，伫遮来想迄个通过圣经的话，咱来想啦吼。咱第一个咱看讲，咱若拄啊读的以赛亚书吼，咱若拄啊读的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伊其实伫59章遐咧讲耶和华无祝福啦，无祝福啊，所以因后来会变成被掳的。爱共掠去即个巴比伦的所在，所以伫61章的时，以赛亚书61章的时，较会讲上帝的灵
神的灵降落伫伊的身上，这是耶稣共款伊拄出来传道的时咧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讲伫会堂第一摆就讲安尼，讲安尼伊讲上帝的灵，用上帝用油抹伊啦，叫伊传福音互送乡的人听，关家的会当放出来，会当受偷放。到耶稣上尾佫活的时，伊上尾顶是假死佫活了，伊安怎讲呢？伊讲恁都爱去普天的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见若耶稣所教咱的就叫因受啦，就叫因受。头尾拢是共款啦，就是神的灵交托在你身上的时候，你都爱去讲这的话啦，讲这话。咱伫2022年咱来省思，就是讲。伫一般世间上伫看的，就是讲涨啦，伫咱台湾啦，讲啥物拢起价，伫欧洲佫起较厉害，起超拢2成啦，拢超起2成，有诶起2成，所以因咧讲租房因一今仔日下早啊透早遐传互啊，讲因内咧租厝讲一间房间诶本来是那像1700少，即摆变2100啦，英镑。一间房间，所以你甲讲起遐济，所以拢一直起价，一直起价，因为战争的关系。你日本呢？日本算出来字是啥物？是战争啦，乌克兰战争嘛，所以日本算出来字就是安尼啦，这代表字。咱看到讲新年的展望啦，这是一般迄个报纸顶的。伊讲新年的展望是安怎？新的一年2023年的展望，就是讲疫情会当终结啊，战争、通膨，这样会当停止。这是咱的期待。其实有法度安尼无？咱嘛毋知影啦。咱嘛毋知影。即马乌克兰遐战争过来，佫愈严重嘛即个回顾甲省思第一个就是讲咱的人生啦。咱伫旧年的一年咱的人生是毋是讲拢是平安啦？拢是平安，还是讲平坦舒服，还是讲真容易经过的一年？还是旧年一年呢？是迄落崎岖不平，还是讲多艰难多危险？伫旧年一年的时，咱嘛有人拄着迄个咱的亲人的过往，嘛是有，还是讲咱有拄着恶担当的事，咱嘛是有。嘛有的人，一年就是安尼一个就过去，拢有。所以遮我有写出来，就是讲旧年一年你是伤心的人、贫穷的人、被掳的、被囚的，还是你是喜乐的、富足的、自由的、平安的人？旧年的一年，有可能咱2项拢有啦，有可能咱2项拢有过来讲，第61章以赛亚书61章一开始的是讲，主的灵高在我身上，在我身上用高我，叫我，伊讲叫我啦叫我讲传福音给贫穷的，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是耶稣拄开始伫拿撒勒的会堂讲的。后来本来以赛亚书是咧讲叫以赛亚去传播这个消息啦，因为因过来要去互掠去迄个巴比伦的所在因过来要去互掠去所以叫伊讲爱去传啦，爱去传这个代志，传讲互送乡的人听，过来医好伤心的人，有的人因为战争的关系家破人亡，叫以赛亚去讲，到耶稣来的时是耶稣去讲，耶稣去咧讲这个事，即摆呢，即摆耶稣叫咱去讲。耶稣叫人讲，旧年的时有可能像有人去互，因为疫情去互迄个关少10几工啦我都关2摆啦。你疫情的关系你关哩，关哩遐是因为咱伫庄脚口庄脚逐个厝较大间嘛，你就起来你关哩一间内底就蛮难过了啦。关哩遐你要安怎？所以你都爱读这个上帝的话啦所以校长就伊讲伊。去关10工拄好将圣经阁读一摆安尼啦。一工超读14点钟啦。无关伫一间厝内底也袂叮当也袂爽的是关要起笑安尼。所以其实咱伫旧年的真济就是讲，好像被那个疫情所掳所求啦。咱都爱报这的人上帝话互因听。过来，咱报告什么？上帝的恩典，耶和华的恩典我们神报仇了，所以安慰一切悲哀的，赐华冠以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意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咱大都爱唱迄个，大都爱唱迄首歌吼，即泽伯传的迄首吼《美善的力量》迄首歌，咱唱的是感觉好像有一点哀伤啦，无法度体会，无法度体会。每一天，这个人，这个牧师红掠去关的是每一天，伫个集中营，都是伫个奥兹维兹迄个集中营啦，纳粹的集中营内，每一天起来的是伊想到是啥物，每一日会经过的是安怎？咱真恶地会当体会。后来这个牧师上尾啊，纳粹要投降前3天，怎样吊死？吊死伊，甲因妹婿啊，甲因小妹啦。那3个，一内底3个，同一天吊死。拄啊，纳粹投降的前3天。所以，咱咧唱一首歌的时候，咱会当了解迄个情形的，你就知影讲，他每一天，他怎么样眼睛睁开的时候，他还可以赞美神啊，还可以赞美神。以赛亚书在讲的嘛是同款安尼啦吼，报告耶和华的恩典，无过战争啊，无过做奴隶啊。无过做奴隶耶稣来咧讲诶，讲咱诶心神无过罪，无过魔鬼，无过即一切世间诶代志来束缚，已经甲咱偷放啊。过来上帝所赐的吼，有人会讲旧年我一年我拢无啥物嘢，我都平平安安过呢。你有啥物通来回顾来省思？有啥物来回顾啦？咱当看到诶，旧年一年，咱当想讲你诶性命，咱诶性命。即摆若得过的人吼，有得到即个肺炎的人，就知影讲迄喘气然后用要喘袂起来。你较知影讲吼，吸一口气不简单。所以每一天，上帝互你的安尼在经过的时，咱嘛来想啦吼。伫每一天吼，旧年每一天，咱会当想讲，可以给你行善的力量，你有没有去做了吼？所以圣经讲迄个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上尾迄句啥？你便来行好啦，台语讲便来行好。上帝所默示的经啦，伫戒毒，互人学义者，一直讲到尾，伊讲，互你便来行好。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感谢神啦，让我们可以有善行的力量吼。过来，互你忍捌主，有人真侪人毋捌主啦吼，毋捌主。你若读迄个所音书的时，咱就常常看到的。耶稣去行神迹的时，特别伫礼拜日的时，伫安息日啦吼，安息日就是即摆拜六，伊咧行神迹，像讲互即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看到的时，即个人遐个经学士、遐个文士、甲遐个法利赛人，一定问讲，啥物人互你目睭会当看见？伊讲都啥物人啊？吼，耶稣啦，伊嘛毋知影啥物人，我也看到耶稣，就是伊互我看到的。遐个人讲啦，遐个人一直甲问耶稣讲：“你为什么在安息日行这一件事情？为什么？”遐个人一直咧问讲：“你为什么在安息日行这一件事情？”所以耶稣甲伊问讲：“伫安息日行好还是行歹？行善，或者是行恶呢？”所以真侪人看起来那像认捌主啦，其实伊毋认捌主。所以这个青面人后来讲啦，讲伊搁甲问一摆的时，这个青面人因的话真趣味哦。咱读圣经的时，咱讲讲难道啦吼？难道你也要成为他的门徒吗？拜托你要真做伊的学生，无你问第2摆，我都甲你讲，就是伊互我青面看，伊讲伊毋是啦，伊毋是靠上帝的灵，伊是靠魔鬼的灵。这个青面这人安怎印这个经教书？伊讲吼。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罪人可以让人家的眼睛可以看到了，尤其让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可以看到。所以咱会当体会中有诶，咱有认捌主实在是一个真大的福分啊，真大的福分。咱有利用这个机会，将这个福音来介绍别人无吼。过来咱挖靠主啦，现在咱拄着真侪困难，你我拢会。我嘛是会拄着。学淡灯的事，其实也蛮难过的。有时候规年你就是那像要担一个担去互跌咧，心那去用手给你捏掉咧安尼啦吼。其实也会但是你有没有依靠主啦？3字足简单啦，倚靠主但是你若拄着的是，实在是无遐简单啦。所以只有一直通过上帝的话，想讲约瑟哪有法度经过？约瑟互买去啊，做奴隶，搁去互侮辱因哪有法度经过这？
都会舒服。耶稣用定十字架，那有法度通过这个苦难，我们就会来思考这些啦。这是旧年，这咱看到的这个图啦吼，第一个顶悬迄个图吼，咱来看，你讲迄个重担啦吼，咱家己咧担的时，迄个有法度担袂起来。交代互耶稣，交代互耶稣的时，迄个重担都规个拢散掉了吼，都真好担啦。下底迄个图咧，伊讲吼，咱每一个人吼，真侪非基督徒因捌读过圣经啦，因捌读过，但是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那像一本活的圣经安尼啊。你读过上帝的话，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人看到你，信基督教袂歹哦，人家就会问你啦，人家就要问你。所以彼得前书原来讲吼，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然后人在甲伊问的是，第一个啦，讲既然有人问你所盼望的因由啦，就要不时便便啦，唔是常做准备哦，唔是常做准备啦，是不时便便啦。你每天都要准备好，不时便便，用温柔甲敬畏来分数，而且现在来讲分数，其实他这个地方彼得在讲的就是讲，你被抓到官府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当官的那个法官问你为什么那么有盼望，为什么一直要传那个耶稣基督，传这都会给抓来关起来钉十字架，你来过来传啊？伊讲啦，你都要不时便便用温柔甲敬畏的心来分数，就来答辩啦，答辩。咱其实嘛会当用法语讲来回答个人啦，回答个人。是，可是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这嘛是叫咱讲常常准备啦，要各样的智慧，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过来咱看第二个，咱该数算恩典啦。咱伫遐咧省思的时，过来咱数算恩典。你去年的时，你有生命所得的生命、平安跟喜乐，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诗篇65篇伊安尼讲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啦。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你是旷野的草坡，山头用欢喜做衫来做大来下，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抹来砍，因拢欢喜出声来吟诗。所以去年一年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有恩典当你的冠冕？年岁的冠冕。去年一年，过来也是讲去年一年你是有失败有忧愁跨路。你的罪价是否交托神？他已替你担当。现在咱拄到这个，所以诗篇42篇这嘛是安尼写。伊讲我明日用我的目屎做饭食啦。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紧。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所以我要求要学到伊。所以去年也许你用目屎准饭咧食，所以因一直在问你的上帝伫倒落。你若信耶稣，信到边啊呢？有诶拄着经济困难，拄着身体破病时，常常会安尼啦。我会记得，阮兜捌一摆拄着我骹断去啦，我骹断去。阮阿嬷我去咧入院，阮阿嬷也去入院，3个啦。我一个过往，所以就有人来阮遐甲伊讲甲阮爸爸讲啦，讲恁兜这风水无好啦，因为恁咧听对出去拄啊一张灵境啦，拄啊一张山仔伫遐啦，芒果啦。伊讲爱甲吵起来啦，爱甲吵诶。阮爸讲无啦，阮后爸安怎应诶？阮后爸甲伊讲无啦，阮都30年后无拄着这啊，拄啊好人30年分3摆，阮都30年拄啊无拄着，都做一摆啦。这嘛是上帝，阮的上帝用这个时间拄啊，互阮拄着安尼啦。阮嘛是挖靠阮的上帝，用安尼甲伊回答。其实没有错，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人嘛会问讲，恁信基督教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其实生有时啊，死有时，每一个时间拢有伊的时嘛。那是上帝的时间，我们没办法知道了。
所以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嘛常常知影约伯一直在问讲苦难是为什么我会遇到苦难，为什么会这么惨？哦，我有看迄犹太人的拉比啊，伊嘛咧问这个代志啊，问这个代志，咱甲伊问嘛，咱甲伊问这个拉比，啊，这个拉比伊跟他讲，伊讲迄我嘛毋知，我就甲伊回答啦。你去上帝啊，你问上帝，有一天你会回去，你去问上帝就知啊啦。哦，其实苦难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只有依靠神啊，只有依靠神。数算恩典啦吼，这是台语的吼，咱台语讲，迄个有时拄着苦难，亲像大鹰啦吼，哦，亲像大鹰。啊，咱的歌词的第一句的名是安尼啦，哦，毋是数算恩典。华语的吼，伊的歌词的名是数算恩典。就是讲，当你拄着这灾难时，咱得来算、来想上帝予咱的恩典，数算这些恩典啦。我们常常忘掉这些恩典，认为讲迄都应该，哦啊，所以天父吼，也是讲耶稣基督予咱的是应该的啦。就像咱父母亲给我们是应该的，哦，袂感觉讲迄是恩典啦。啊，当你若拄过苦难的时候，用拄过辛苦的艰苦、身体的难处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啊，那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会数算的，我们常常数算，算较侪恩典啦，啊，你就会较快乐。常常用正面、哦正面的方向来面对啦，来数算神的恩典。啊，这是好的所在，讲主的恩典，样样都拢爱主的恩典，都爱。你就算着笑吼，主的恩典，逐项算想来算，必能叫你惊讶历史欢乐欢呼啦吼，这是用华语啊，所以咱常常来算上帝恩典哦。检出你会感觉讲，真少，我那想上帝恩典互我的真少啊，但是愈想你会愈济咧，尤其年纪愈大的时候，就会愈感觉上帝恩典啦。啊，这首诗吼，这首歌吼是迄个美国诗人詹森·奥德曼做的啦吼。啊，作曲的，伊这个作词，这个人其实吼，伊是真好作词，真有名的作词啦吼。伊写差不多3-4千首的迄个诗歌啦，哦，3-4千首。啊，这个人本来其实伊本来毋是咧，没有在写诗歌啦，因为因爸爸做唱歌。教会伫独唱吼，拢因爸爸咧唱，啊，所以伊感觉讲伊唱歌是无因爸爸遐够唱啦，啊，所以伊就离开啦吼，就无讲去参加诗班，啊，但是后来伊讲，你不是很会写诗吗？啊，写歌词吗？啊，你哪毋来写？哦，写一寡迄个歌词，所以伊后来就常常来写这个诗歌啦，啊，所以数算恩典吼，这首歌嘛是伊写的，啊，佫另外一首是更高处啦。更高处，咱嘛常常会唱的更高处吼。啊，伊写的就讲，咱常常都爱来算来笑上帝的恩典。啊，作曲的这个咧，这个是一个牧师的囝。啊，这个牧师吼，因为伫庄骹的所在，所以作散的啦。这个牧师吼伫庄骹，啊，这小1900几年遐，1900几年遐吼，所以伊真散。啊，伊去咧做啥？做陶水啦。牧师的囝吼，啊去咧做陶水。啊，做陶水的时，伊讲伊走外唱歌，所以庄啊打咧吼，沿途打沿途唱啦，唱歌。啊，就安尼，人讲你唱歌就真好听，啊，你若毋去唱歌啦，他毋去参加诗班啦，啊，拢伫遮咧做这个做陶水啊。后来伊就去参加诗班，啊，诗班的时，伊感觉讲，他其实他很会唱啊，很会作曲啊。哦，后来伊就做曲，啊，嘛做真侪曲啦，哦，作曲做了很多。啊，伊后来有成立一个诗班哦。迄个诗班，伊讲差不多有超200个人的诗班啦，200个人。啊，迄个诗班会当含啥物个诗班比较呢？含牧地的诗班啦，牧地的诗班讲差不多3000个，3-4千人。啊，伊个诗班会当可以跟他差不多哦。所以上帝用这2个人的时，伊嘛常常来算来笑上帝的恩典啦。哦，啊，咱若我当会安尼想，我读到这个时，我会安尼想讲，我若是牧师的囝，我所以拢无法度，所以去咧做陶水。啊，你会感觉安怎？你会感觉讲，上帝对我是有交代。哦，咱的思考的负面的思考是安尼。啊，但是呢，人家鼓励的是上帝互伊的恩赐共款，就去用出来吼。啊，用伊的遐济曲，会当鼓励真济的人。
后来咱看到咱读的吼，伫路加福音13章遐个讲迄个找无迄个无花果的果子啊。啊，迄是耶稣已经要入耶路撒冷啊，啊，伫遐找无迄个果子，找无果子的时，伊讲啊啦，讲甲凑起来，甲凑起来。哦，伊讲我经过啊，找拢无果子，啊，甲凑起来。哦，另外一个是讲伊经过的时啊，啊，看迄无花果吼，无生啦，无结果子，啊，所以耶稣甲咒詛迄个无花果啦，啊，迄无花果煞死啦。啊，圣经有写一句话啦，写一句话讲啦，讲因为那个不是生长吼。不是无花果结果的时机啊，毋是无花果结果子的时间，竟然耶稣来找我咒诅迄张无花果煞死。啊，我会感觉哎，都毋是迄个时间，你哪会去甲咒詛？哪要找迄个果子？啊，其实我读到这个，我嘛想，其实都是安尼。基督徒每一个时间啊，毋是讲这个时间你来结果子，迄个时间莫结果子，无啦。规年你拢爱结果子啦，你都要将福音吼，将圣灵的果子传给别人，哦，传给别人。啊，所以伫遮特别伊，耶稣要入耶路撒冷以前，特别看到即张无花果树，伊讲无结果子，所以讲甲错起来。啊，即个远的讲啦，讲永稳啦，吼，佫永稳，哦，佫永稳吼，莫一个就甲错起来啦。哦，远的伊讲啦，讲今年且留着啦，啊，我甲骨头甲硬肥，哦，甲施回以后，啊，看结果子无？啊，若无咧，如果说结果是变大，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换句话讲，这无结果子是一定也要臭掉呀。哦，安尼其实基督徒要思考的，其实就是安尼啊，就是讲，如果没有结果子的时候，会不会被砍掉？这是一个比较年末的时候啊，我们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检测咱嘛无法度结果子，还是讲检测咱结少啦，但是上无话结几粒果子，哦，结几粒果子。咱个读落去是吼，伫即个个读落去是讲要入迄个下门的吼少啦，啊，所以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啦。但是讲勉强的人才会当入去啦，勉强的人，哦，就是讲你都要努力的人才可以进去。哦，啊，过来伊讲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但是不能。像迄个5个10个在色路啊。10个童女，5个是聪明的，啊，5个是愚拙的。愚拙的无准备嘛，无准备。啊，无准备的是，到尾啊，讲门关起来，伊就伫外口啦，家己出去，你就不能进去了。哦，啊，所以这嘛是讲，耶稣过一摆甲咱讲要努力进那个窄门。即是家族关起门的时候，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的回答说：“我不是，就是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大要搁讲较客气啊，吼，要搁另外讲伫遐拍门啊，拍门讲主啊主啊，我毋是拢奉你的名去咧传道，奉你的名去咧种诶。耶稣讲啊，我都毋捌你，我都毋捌你。啊，其实我们常常反省自己，就是惊的，就是安尼啦。哦，咱一般咧讲诶，拢开始讲，信就得救，没有错啦，信就得救。啊，得救了以后你要怎么办？得救了以后，你就要结果子，将那个福音传给别人。不是讲得救了以后就结束啊，哦，得救当然你会得救啊，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将福音传给别人。所以有真侪人在甲我问讲，啊，恁信基督教哦，这也袂使，迄也袂使，安尼毋是关，哦，安尼那像好像很多的束缚，哦，很多束缚拢甲伊绑掉。我讲无啦，信基督教其实互你真理会当互你得到自由啦，你拢毋免惊。你去到像讲去到殡仪馆，你嘛袂惊。啊，迄有人过身呢，你嘛去看看，甲摸嘛袂安怎，你也袂惊。因为真理互咱得到自由，咱知影讲啦，伊都去到上帝遐，伊都去到上帝遐，你袂惊。啊，若无信的人咧，咱嘛是互伊厝内人知影讲，伊无信嘛吼，啊，咱袂惊，互伊厝内人讲，信耶稣的人竟然拢袂惊，啊，是毋是讲？哦，伊就问，喊你问一寡迄个信仰的代志，哦，来生的代志。啊，这其实咱常常，啊，过来另外一个就是讲，迄个喜乐甲平安。信耶稣的人虽然共款拄着即个代志，啊，你会有迄个喜乐甲平安。共款拄着这，啊，你会喜乐啦。啊，有人哦，共款拄着这，伊说无法度挡袂牢咧，有没有得忧郁症？哦，也会这样啊。啊，其实我们信耶稣最主要是
心内互咱平安。所以耶稣讲啦，伊要上天以前，伊讲你们求了，就给你们了，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讲过来讲，我想属恁的平安哦，毋是人互你的平安，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毋是人互你的平安啦，毋是，是神给的平安。神给的平安，像潘浩华呢，咱拄仔唱一首诗《美善的力量》。潘浩华呢，讲掠去关伫迄个集中营，伊嘛袂惊。咱来读过潘浩华的故事，咱知影，本来伊是伫美国咧，伊是美国。伊要搁转去德国的时，人甲伊讲：你茫转去，你茫转去，你转去的时候，你一定叫掠去的，你一定叫掠去集中营。但是潘浩华讲吼，伊是牧师嘛，讲我的回忆拢伫遐，我能够不回去吗？所以转去都无几工，就叫掠去集中营内底啊。安尼咱看到迄就是啥嘛？迄个平安嘛。生命生命虽然生命被剥夺了，那个平安还是在，还是在。过来讲结果子啊，咱今年结果子100倍啦。咱看这图讲去透早就去野，有诶伫迄个路边诶，有诶是迄个土浅诶所在，有诶是咧刺皮内底。这3种拢无法度。伫路边一条叫鸟仔食去啊，伫土浅诶所在讲发起来，日头出来，马上就冷去啊。冷去含大肠都买。过来伫即个荆棘咧，伫即个刺皮内底，讲互遐甲刻做伙啦，刻甲伊袂大袂起来。其实咱常常就是讲，咱反省看觅，咱嘛是有当会安尼啦。有当会检采，就是若像伫迄个路边诶，有当咱嘛拄着困难诶时，咱嘛会一直会灰心会倒退，都爱互相激励啦互相激励。信徒中间互相来激励，通过上帝的话，过来咱嘛有当会叫迄刺皮，甲咱止住了甲咱克掉咧，所以大袂起来，大袂起来。他拄仔迄讲，迄个无花果树还佫有大丛个刺皮内底含大丛都无，都大袂起来啊。上尾来讲有30倍、60倍甲100倍，咱希望讲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有100倍啦，100倍，不管咱的灵性方面，还是讲咱的传福音方面，这落伫好所在会100倍啊！咱看到这个图这是切到拄仔要收的时啊，都规个拢金黄色，很漂亮啊！你若去到嘉南平原遐差不多若要收的时，然后这个时间啦，这个时间有诶已经挂了晚冬若早冬的时差不多你超5、6月左右啦，6月去规个拢总是。看起来，毋若100倍啦。一个黄秧苗，安尼一个落去发起来迄籽粒发出来，毋嘛100粒啦，毋嘛100粒。所以耶稣咧讲100倍是有可能，毋是敢若100粒尔过来咱讲今年咱教会主题是装备自己，宣扬福音啦。咱今年的主题啦咱嘛是讲照着祈祷、读经。还是讲背金句，还是小组门徒训练，会当来装备自己。装备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宣扬福音。装备自己，毋是讲干那装备自己啦，主要目的是要宣扬福音的。所以人若问你讲盼望的缘由的时，你就会当来讲出来。你就准备便通来讲遮个。咱会当透过关怀站，还是讲社区班遮个学员咱卡拉 OK 班嘛咱的关心还是讲咱的探访来宣扬福音啦。愿这个圣神会当带领家庭内的力量，互咱的福音会当广传。我伫遮嘛特别讲到圣诞节的前啦我有去阿公遐去黄执事遐，去遐甲伊看。伊甲我讲伊甲我讲特别1月1号呢，即马20几号迄个新安公还未来啦。我想对，新安公也无看到礼拜天25号迄天来，我看到了，过一天我就甲提去啦，提去的是已经拜二，我拜二甲提去的。下晡啦，已經超6點啊，伊要去困啊啦，6點外伊就用的要去倒咧啊，我去我一直甲叫，因為耳孔較重嘛，我叫我也去甲背，伊甲知影有人來啊，甲背愛來。
我讲我给你摕迄个心眼讲啊，伊讲摕啦。伊怎啊衫佫穿咧吼，衫佫穿好势，开始来读心眼讲啦。来读，伊甲我讲吼，我毋是干那读即本诶，还佫有另外一本，因咧文奥会佫有另外一本，迄个国际读经会吼，因嘛有出啦。伊讲我读2本呢，即本是阮查囝诶，伊拢互我，我即马我都读2本。伊甲我讲吼，伊起来第一件代志啊，就是书习完毕第一件代志，就是读圣经啦，读心眼讲，心眼讲诶经文看倒位到倒位嘛，伊就安尼读，读了伊甲食早顿，了，过来就是听迄个好消息啊，看迄好消息安尼。90几岁诶人，咱知影伊一世人军队主嘛，一世人军队主。军队主诶是到90几岁啊，共款无变。我听者我是还蛮感动的啦。我特别咧问讲，咱建堂安怎？建堂敢行了？我讲今年就了，今年就了。他也在挂意这一些。一个90几岁，为少年甲老，一世人军队主啦。一世人军队主，所以我看到时候我蛮感动的，蛮感动的。所以咱嘛共款安尼吼，通过读经、背经、修咒、门训，加来装备自己吼。这大多咱有讲过吼，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所以不时便便啦，咱就不时便便，用温柔敬畏来分数。后来咱读这个以赛亚书，伊遐特别有讲到，61章过落，又讲啦，讲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啦。每一个人拢是，所以彼得前书，彼得伊讲啦，讲你们是金尊的祭司嘛，是拣选的族类啊，你们是拣选的族类，金尊的祭司。所以咱会当看到的，咱是安那耶和华的祭司。过来咧，人要称你们为神的仆役，咱是上帝的奴仆啊，每一个人拢是。当然，牧师伊当然有受过训练。咱每一个人若甲咱问，咱嘛是都会晓回答。毋通讲人咧甲咱问，我带你来找牧师，叫牧师牧师甲你回答，毋是啦。每一个拢是，所以每一个都是金尊的祭司，都是受拣选的族类，每一个拢是啦。所以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份中所得的喜乐，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你们。这是应问了，我们是神的祭司的时候，神的仆役的时候，这些是他的一个应许，过来伊讲接落遮咧，咱就因为耶和华大大的欢喜咧，我的心，靠神的快乐，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是爱应问。但拄咱读到的讲啦，读到以赛亚讲啦，讲人要称你的后裔是有福气啦，搁你的后裔嘛是共款要有福气，所以这是不管旧约的时耶和华咱的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允，还是讲耶稣对咱的应允啦。不但安尼，咱不但安尼吼，咱伫遮咱的展望一下，不但讲迄个地上的收获，讲耶稣讲啦，讲恁让地上嘛得到100倍啦。伫在生的时得到100倍，来生的时得到永远活永生。旧约的时候只有讲到地上的福分，新约的时候，它不但地上的福分，还有天上的永生。那个天上永生才是更重要的，比地上的福分更重要。地上的福分，一个基督徒，上帝祝福你，好你有地上的福分，是给其他的人看，他未信的人看说，你看基督徒神。虽然他不怎么样，但是神应许他，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时候，可以得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迄个咱的永生的愿望，那个更是一个重点了哈。这是今仔日跟咱大家分享，咱三个来祈祷。所以再来拜阮的上帝，我有一摆通过醒思跟展望。主啊，祈求你加添阮的气力，你的圣神常常甲阮三甲伫地，阮会当刚强壮大，将福音来讲传。
就来祈求你保守阮每一个人，伫阮新的一年会当得到你的听，你的福气拼落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也互阮通过你的听，搁互人知，阮是你的学生，也彼此来相听，荣耀你的名。主啊，阮感谢你快速的名，阿门。这时，咱要唱圣诗593首，拄着试炼栽花，为你真艰苦。咱唱的时阵，咱将这条歌放伫咱心肝底，想看今年、旧年发生啥代志，伫展望新的一年，愿上帝咱去掉伫上帝咱同齐出发，互教会搁较通进步。这是请起立，来念593首。拄着试炼栽下为你真艰苦，伫到日子希望是你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逐项烧来去，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调生调消，主的恩赐你调生为了。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有时看落烦恼的高心乱乱，要以上帝听通别是给不完，你所得的恩赐搁再烧来去，要以旧的武器你的爱引起，主的恩赐你调生调消，主的恩赐你调生为了，主的恩赐当咱送来去，阮当我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想到人有福气坚持大家，无得土开爽用心来有主体，你所得的恩赐经阮袂坚持。你的宝贝尊贵却无藏伫天，主的恩赐你调生调消，主的恩赐你调生为了，主的恩赐大项算来去，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试炼无论大小事。无伫日子希望上帝应做主，你所得的恩赐照顾小来讲，主的安慰帮咱引带到天堂，主的恩赐你调生调消，主的恩赐你调生为了，主的恩赐大项算来去。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请坐，这时咱们一达上帝话，此时请咱备满心来准备奉献。这是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
请坐。即时我来讲咱具体交通，咱即是要来讲到，第咱为着过双节，伊的爸爸伫顶礼拜拜六离开世间，咱为着过双节，甲伊作来代祷，求主安慰伊厝人的伤痛吼。咱第二，咱为着蔡心莹姐妹伊的健康来代祷，求主透过医生吼，医好因，甲许芳义因全家吼，这顺来祈祷，互因拄着新冠病情吼，得着好。咱即时也特别为着吼，迄个钟以晴吼，因一家吼伫咧大陆，因即摆药也真欠，所以拢安尼拖吼，他们全家也是食袂落，困无好势吼。咱特别也为着因来祈祷啦吼。因为咱知咱有阵时咱厝边也是咱亲友有人拄着吼，迄个新冠时阵吼，真危急的时阵，咱会使为着因来祈祷吼，也是讲但讲一寡安慰的话吼。咱特别为着咱身体欠安，照顾因的亲人来代祷，恳求上帝伫咧扶持，伫艰难时阵吼，会使来平安的经过。咱即礼拜特别为着洪文龙、洪伟娥、洪佩如、吴文仁吼、洪胜伟、钟怡晴、洪恩熙、洪喜恩、黄标婷、李慧茹、洪一中、洪义文吼，特别为着洪义文伊生的小 baby 吼，特别为来祈祷。戚元志、戚静佳、洪义新吼，因的身体健壮来祈祷。咱就为着吼，新城搭迄个吼任翔吼，歹势一时想不起来。顶礼拜拢转去法国搭迄个，伫法国搭迄个瑞典吼，伫真寒的所在，零下都好几十度吼，咱为着因出外来祈祷吼。咱就特别为着咱伫咧过年时阵，检查有人爱转去伊的故乡，吼，关于出入拢平安，吼，特别因伫团圆内底，会使享受主的喜乐吼。即是请起立来讲祷。咱为着咱每一个人来祈祷，为着旧年迄个咱拄着艰难的代志来祈祷，为着新的一年，愿上帝保守带领，咱有新的计划、新的出发。即是咱三个来祈祷。
即时请咱愿起来，咱吟上营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咱吟诗线，请林牧师传咱来接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听他，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大家三合之地，保守恁安安稳稳，伫主的恩典的内面，祝福你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即时请咱掀开咱手中的周报，咱先来读今日的经句，同学是来背开啦吼，咱来读一遍台语，一遍华语吼。来，咱大家来读来，台语开始来。我因为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情为我的上帝就快乐，因为伊用拯救的做衫甲我穿，因公义的袍甲我抹。来，咱读一解华语。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好生快乐，因为他以拯救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就像新妇戴上以赛亚书61章10节。好，咱来看顺序。后礼拜担任侍奉的同工，请家备办心。奉献报告，请家己来看。咱来看消息报告。咱今日礼拜四，咱伫4楼，咱要召开同工会吼。请各部各单位、各团体、辅导会长同工参加。咱主要是要讨论今年度咱教会事工的配合，搭预算吼。今日就要列出来，因为咱2月就要报互会吼。所以咱请大位老部来参加。后礼拜拄仔是正月初1吼，咱教会共款伫10点开始做新春的礼拜，咱请兄弟踊跃参加，同学是全家拢做阵来吼，来领受主的恩吼，伫个新正第一天得着上帝大大的祝福吼，互咱有气力行新的一年。第三，咱因为迄个后礼拜搭新春吼，因为咱是新春的假期，所以咱无备办午餐吼，咱教会准备淡薄的迄个茶点，咱做礼拜四，咱大家也互相问安、请安吼，所以无准备。过来，咱今日礼拜四共款有放钟，放钟吼，所以咱了后马上放钟，放钟了后，伫放钟的时阵，咱会使若无参加放钟的人，就搭圣诞节遮个物件绑落来吼，圣诞树爱拆开吼，换新装啦吼，爱换上恭贺新喜啊吼。过来，咱请家己来看迄个会计迄个出栏吼，有订单向会计来进行。迄个新干讲，请家己来看。咱今日有看真侪足久无来的朋友吼，伫咱中间吼，像关泽伟啦吼，怡安啦吼，咱做礼拜煞会使带伊带啲小孩子回来吼，咱来为先祷告啦吼，伊才失解吼，伊要先要生第2个啦吼。这次还没生第2个吼，无简单。为着伊 baby 来祷告啦吼。后来，这时咱因为感觉这，咱要请圣乐队来唱祝福的歌，吼，唱煞咱再来叮当吼。
是咱来叫平安礼，咱逐周围的人来讲平安，吼、